走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欢迎收听11月25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马太福音25章，天国有意见，恩典的托付。耶稣来到世上是带下天国，天国已经来到，但还未完全的展现。而天国是上帝对人那美好的心意。透过今天的经文 RPG 的祷告，其实我们会知道25章34节说，然后王要对在他右边的人说，蒙我父亲赐福的人哪，你们来吧，来承受从创世以来就为你们预备的国度。原来这个国度是上帝在创世以来已经为我们预备的。然而在其中，天国的子民如何活出天国子民的身份呢？其实今天的经文就提醒我们要警醒，并且一开始就用一个比喻，一个故事，说有10个少女或10个童女手里拿着油灯，要出去迎接新郎。因为在当时传统的婚礼，新郎会去新娘家，然后会有许多的人宾客随行，然后他会从新娘父母手中来迎娶，再回到新郎或新郎父母的家，在那里设宴庆祝。所以新郎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然而这10个少女知道的是要预备什么？足够的油。所以在这里讲愚笨或是聪明，不是真的说他们笨或是聪明，而是他们知不知道要预备，要警醒。因为明明就知道这个新郎什么时候来，我们不会知道。那在他来之前，当然就要做好预备的工作，以至于他来的时候有足够的油点灯来迎接新郎。所以在这里，耶稣就提醒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并不知道那个日子，那个耶稣再来的日子，那个时间什么时候会来临，那个天国全然的展现什么时候会来临。但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来预备。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就领受这天国子民的身份，活出这个天国子民应该做的事情，在主的里面警醒。而接下来的这个比喻更是延续了这个话题。天国又好比以下的故事：有一个人他要外出去旅行，他就叫仆人来把产业交给他们。其实在当时的社会这家主就是这个一家之主，这个男主人很多的时候真的是去外面一年当中可能很少的时间回到家里。所以呢，其中呢这个管家或者是这个仆人就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要看管主人的财物，要看管主人的产业，以至于当主人他回来的时候，他们能够完成他的托付，能够成为这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然后在这段经文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把焦点放在因为个人才干不同而领受了不同的什么？不同的恩典。其中一个人他领受了在现代中文译本说5000块金币，一个给了2000块，一个给了1000块，然后这个主人动身就走了，然后让这个3个人分别管理他们领受的这些产业。而在这个过程中，这个5000的他就又另外赚了5000，而那领2000的另外赚了2000。可是那领1000的呢，却是出去在地上挖了一个洞，把主人的钱埋起来。也就是他不想要对这个领受的产业负起管理的责任，有啦，就是把它挖洞埋起来，这个叫管理。过了一阵子之后呢，这个仆人的主人就回来了，要跟他们结账。结果
这领了5000的人呢，就带了另外的5000。他说：“主人，你给我5000块金币，你看我又另外赚了5000。”这主人说：“很好，你是又好又可靠的仆人。”有没有像昨天的经文的标题？好，你在小数目上可靠，我就要委托你经管大数目，来进来分享你主人的喜悦吧，喜乐吧。那领2000的进来之后，也做了一样的事，就是又赚了2000，所以主人再次也是委托他来经管这个更大的数目。可是这时候啊，那领1000块金币的仆人也进来，他跟主人说：“主人，我知道你是个严厉的人，没有栽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撒种的地方你也要收据。因为我害怕，所以我就将你的钱埋在地下。你看，你的钱在这里。”如果我们读到这的时候，我们会想，为什么这主人接下来做的事情这么的严厉？因为主人后来就告诉他，把他那个金币拿过来，给那个有10000块金币的，就是那个又赚了5000的。然后最后说了这段话，说：“因为那已经有的要给他更多，让他丰富有余；而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一点点也要夺走。至于这个无用的仆人，把他赶到外面的黑暗里去，在那里他要哀哭切齿，他要哀哭咬牙切齿。”读到这里的时候，会不会让我们觉得这主人好像真的很严厉？然而，如果我们更深的去了解经文的背景，当时的5000块可能就是一个人他工作100年的工资，当时的1000块可能就是一个人他工作20年的工资。然后一开始这个主人就已经给他们这么多，哇，一次给你100年的薪水，然后要你好好的去经营。那这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其实天国也像这样，其实上帝已经将这个恩典，我们原来没有的，或者是我们原来也不配得的，但是因着我们的主耶稣，他让我们进入在这个天国，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就领受天国的福分。这个福分是我们原来没有的，但是他给我们那个产业是多而又多。然后我们领受这个产业之后，很重要的，我们发现了吗？5000的、2000的、1000的，他们根据他们对这位主人的认识，所以他们就赚取了，或者是他们就没有赚取。凭着他们对主人的认识、对主人的相信、对主人恩典慷慨的赐予，他们活出那个恩典的托付。领受恩典不是叫我们随意挥霍、摆烂，或者是看清这些恩典，反倒是我们领受这些恩典，这些恩典100年的工资，如果你1个月就拿到了100年的工资，你会怎么使用它？是拿来花吗？还是会有其他用途？会有其他看见那些需要软弱的人？所以这也是经文最后讲到的，最后的标题说最后的审判。他在讲，在人子做王，天使跟他一起来临的时候，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在那个时候，这边用右边、左边这个绵羊、山羊来做分类，意思就是说，那个属天国的子民，活出天国子民身份的，以及那个随意挥霍，把天国的子民这样贵重的身份看得一文不值，或是根本不愿意活出这样的身份的，他就在那个审判当中被分类。而这个审判不是上帝直接审判我们，而是当我们自己透过我们的选择决定的时候，我们早就帮自己审判了。我已经把我自己划分在那属神的还是不属神的。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才说到，刚刚 RPG 祷告的经文，王要对那些天国子民领受这恩典托付，并且回应恩典托付的人说，你们来吧，来承受从创世以来就为你们预备的国度。我们的主何等的大，他可以一次给100年工资，一次给这个40年的工资，一次给20年的工资，可见这位主是如此的丰富。然后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信心来依靠？我们是否愿意成为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是否愿意常常警醒在主的里面，在我们所做的事上彰显他的荣耀，回应他所托付的那个恩典？在这里其实就只有一件事，很简单的事，
但也不一定容易做到。这简单的事就是25章40节说的，我郑重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为我的跟从者中最小的一人做，就是为我做了。我们如何活出天国子民的身份，其实就是从服侍最小的开始，就是不看自己为大，不自以为意，自以为是，反倒是按着主的托付，就好像我们在前面山上宝训读到的，承认自己灵性的疲乏，为自己的罪恶来悲伤，愿意谦和在上帝的面前，渴望实行上帝的旨意，以仁慈来待人，以心地纯洁来寻求上帝，促进和平。然后还有一个为实行上帝的旨意而受迫害，这些人都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就是活出天国的高度，天国的心意。而其中今天讲到的就是我们要来服侍那最微小的，我们要来服侍那需要的。在这里面讲到这个你们从前给我吃，渴了给我喝，我流落异乡，你们收留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害病，你们照顾我，我坐牢，你们来探望我。其实都是很实际很微小的行动，然而却是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行动，让人来遇见那位呼召我们要我们活出天国心意的君王。我们就像一个管道，我们就像一个代言人介绍人，我们就像一个让人来遇见天国的祭司，的先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真的我们要再次来默想，天国的子民领受天国的恩典，是为要活出恩典的托付。我们领受这么多的恩典，不是要随意的挥霍，也不是我得救就好，更多的是这是一个给每一个人的好消息。耶稣带下天国，天国已经临到，正在实现。当越多的人他们认识这位耶稣，他们愿意相信，他们的生命就也要一起来经历。那我们要来思想，在我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恩典？我领受这些恩典之后，我的回应是什么？许多的人领受恩典之后，就好像常常会用一种方式说，你吃到一间很好吃的食物的餐厅，你会向你身边的人介绍，甚至你会带你的亲朋好友去，到一个程度是我们会定时的去那里，我们会分享，甚至要认识他的食谱，知道他怎么做出来的。而这样子的一个祝福，今天天国已经临到我们当中了。我们可以透过分享见证，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生活实际的行动，坐在那最微小人身上，服侍他们，跟他们传福音，带领他们来遇见这位天国的君王耶稣。恳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经历，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上帝极大的恩典当中。我们相信吗？我们不仅是要相信，我们还要领受，不仅领受，我们还要警醒，不仅警醒，我们还要回应。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何其大，就如同你给那3位仆人的产业，真的难以想象的多。然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没有思想天国，我们甚至在那当中来来去去，一下遵从这样的心意，一下遵从那样的心意。但是主耶稣，你的心意是要我们警醒在我们天国子民的身份。愿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想到我们所经历从你来的恩典，我们也将这样恩典的托付、恩典的祝福向别人来分享，向别人来见证，更是向自己再一次的回应在你的面前。恳求主来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使我们来认识这位恩典的主，更是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每一天都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谢谢你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我们明天见。